大家好，我今次同大家分享，我喺地鐵站側邊一個商場一間新開業嘅酒樓嗰度飲早茶。嚟到飲茶交通算係方便，由地鐵站口行到過嚟都係2分鐘。佢哋嘅正價點心價錢係7折。喺早茶時段試咗2款點心，好似都幾抵食同埋幾飽肚。中意飲下午茶嘅話，佢哋嘅點心孖寶係18個8。喺午市時段都有好多款嘅點心價錢係16個8。佢哋仲有做埋滷水外賣嘅價錢都好似幾大眾化。可能就係啱啱過咗農曆新年冇幾耐，所以暫時仲未揾得到飲茶價錢超值嘅酒樓同大家分享。咁我就喺 Google 網頁嗰度揾下有咩酒樓，就咁樣俾我揾到呢一間喺度啱啱開咗大約半年左右。我喺 Google 網頁查嗰啲地址，原本嗰間酒樓係叫做潮流，而家新開呢一間將以前黑沉沉嘅環境改裝過晒。佢哋係喺舊年嘅9月29號朝頭早7點鐘先開業，喺度開咗大約都係半年左右。咁我今次就嚟試下佢哋早茶。我嚟到嗰陣時已經係過咗朝頭早嘅10點，當時見到有啲人喺度等緊位，咁我就攞翻一張輪候號碼。呢度係咪全場都係搭台嘅？同搭。一位必須搭台。一位一定要。一定要。2個就可以揀唔搭。可唔可以俾張我睇啊？49嚟搭台49，1張2，1張1。一個人嚟呢度飲茶係需要同其他顧客坐埋一齊。如果2個人一齊嚟嘅話，就可以選擇唔搭台。我係坐低嗰陣時諗住係要龍井，不過佢哋話冇，咁我係要咗鐵觀音。佢哋員工就擺低一個茶壺、一壺滾水同埋一個茶葉包，睇嚟應該係自己沖茶嚟飲。搣開包裝之後，見到裏邊嘅茶葉都算係幾多下。我沖完滾水之後浸咗一陣間，見到裏邊茶葉都係帶有啲碧綠色，同埋都算係幾大片。茶葉數量睇嚟應該算係足夠。斟出嚟嘅茶水係帶有啲金黃色。跟住睇下啲飲茶環境係點樣。我嚟到嗰陣時，見到啲顧客喺門口嗰度等緊位。當時嘅時間大約係朝頭早嘅10點。由門口一路行入去嗰陣時，見到呢度嘅地方又唔係好大，喺裏面都坐咗唔少嘅顧客喺度飲緊茶。不過仲見到有啲台仲未有人坐，台同台之間嘅擺放好似都有個幾好嘅距離。睇嚟應該坐滿人嘅話，都應該唔算話好逼傑。呢度嘅裝修睇嚟就唔似一般酒樓嘅裝修風格。只係好簡約、好簡單，似係一種住家裝修嘅環境。呢度嘅樓底唔算係好高，不過係冇嗰種壓迫感覺。喺天花板上邊裝咗唔少嘅燈飾，睇嚟光線都算係充足。睇下啲茶錢同埋正價點心係咩價錢？喺平日嘅星期1到星期5朝頭早7點至到11點，喺下晝嘅2點至到3點9，同埋喺星期6嘅朝頭早7點至到9點，佢哋嘅點心價錢係會7折。外賣自取價錢係8折，佢哋嘅正價點心價錢係分開咗4種。喺平日嘅星期1到星期5，佢哋嘅早市同埋下午茶嘅正價點心價錢都一樣，小點係21，中點25，大點29，特點33。如果用7折嚟計算，小點係14個7，中點係17個半，大點20個3，特點係23個1。喺其他時段嘅點心價錢係會比早市同埋下午茶嘅貴翻啲。喺星期1至星期6，佢哋嘅茶錢全日都係收11，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全日係收12。呢一張點心單全日都係用呢張，不過係午市時段係冇7折優惠。喺張單左邊有7樣選擇嘅就客家名點，有一份客家點心拼盤，側邊有個數字係28，唔知係咪呢個屬於係價錢。喺下低有8樣選擇嘅就係鬆軟包點，再睇落下低有4款嘅家常粥飯，下低仲有3款嘅手工腸粉，每一款嘅腸粉係註明咗價錢。喺張單嘅中間嗰度有18種嘅點心選擇，就係精心之作。喺下低有5種唔同口味嘅滋味甜點。喺張單右邊有16種選擇嘅就係香煎脆脆。最後睇埋下低嘅巧手精選，一共有7種嘅選擇。佢哋早茶時段有呢張早晨孖寶，每一份嘅價錢係32。供應時間係平日星期1到星期6嘅朝頭早7點至到10點半，不過係需要喺11點半之前結帳。喺星期日同埋假期供應時間係7點至到9點。不過係要9點半前結帳，如果超過咗指定時間先結帳嚟做，呢份孖寶價錢係會收44。喺選擇嗰方面，喺下低嗰36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我今次喺度飲早茶，喺呢張單嗰度要咗份32蚊嘅早晨孖寶。喺選擇方面，我要咗份鹹魚雞粒飯，再喺下低嗰度要多一份韭菜鮮蝦餃。等咗起碼20分鐘，首先嚟到就係鹹魚雞粒飯。嗰啲豉油我都好似平時咁樣叫啲員工幫我分開上。
呢煲飯拎埋嚟嗰陣時係一陣幾香嘅鹹魚味，同埋個賣相睇嚟都算係唔錯。嗰個煲嘅外邊仲係熱辣辣，唔小心掂到埋去都覺得係辣手。喺份量方面睇落去應該屬於係大份量嗰種，可以講係比我其他地方食嘅朝頭早嘅煲仔飯嘅份量大啲。雞肉係有6嚿，同埋睇落去都算係幾厚身。夾出嚟睇嗰陣時只係屬於雞髀肉，喺肉質方面覺得算係幾嫩滑，亦都帶有啲乾雜。鹹魚嘅份量睇落去好似有咁上下，我諗住用筷子夾起嗰陣時覺得肉質好鬆散。通常係啲馬友鹹魚先有咁嘅情況。喺鹹魚嘅下底仲黐咗一啲薑絲喺度。用匙羹滗起啲飯嚟睇，見到都算係粒粒分明，冇嗰種落咗好多水令到啲飯腍癟癟嗰啲情況。我將一啲飯滗去另一洗碗嗰度睇下呢煲飯嘅份量有幾多。見到個煲裏邊剩得嘅飯都唔少，睇嚟係會有超過3隻細碗嘅份量。喺入口嗰陣時，雞肉都算係嫩滑，同埋係帶有啲雞味。不過我硬係覺得有少少雪藏嘅味道。鹹魚食落口嗰陣時又唔會話覺得好鹹，係有一種唔錯嘅口感。嗰啲白米飯係冇覺得好腍或者好硬嗰啲情況。最後剩低嘅飯仲係黐住個飯煲底，要用匙羹刮佢先甩。跟住嚟埋嘅就係韭菜鮮蝦餃，一籠裏邊係有3件，初步睇落個賣相算係 OK。嗰層外皮睇嚟算係半透明，可以清楚望到裏邊嘅餡料。放咗喺匙羹面嗰度嚟睇，見到個份量係有翻咁上下。我將呢隻韭菜鮮蝦餃拆開嚟睇，見到裏邊嘅餡料都算係包得幾紮實。嗰層外皮都幾有韌性，冇嗰種一夾起就會爛晒嗰種情況。喺裏面嘅韭菜餡料都唔算少，同埋係包住一嚿蝦肉喺裏邊。不過 size 就普通，唔會話好大嗰種。喺配料裏邊仲揾到啲整碎咗嘅筍粒。喺入口嗰陣時係有一種幾香嘅韭菜味道。嗰層外皮韌韌地，覺得係幾有咬口。蝦肉咬嚟嗰陣時都覺得算係幾爽甜。呢一份韭菜鮮蝦餃整體嚟計都算係 OK 嘅。喺埋單嗰陣時，有一份喺11點半之前結帳嘅早晨孖寶，價錢係32，一個人嘅茶錢係11蚊，計埋加一總數係47。我準備出去埋單嗰陣時，已經係屬於午市時段，咁啱已經見到佢哋已經整熟咗嘅滷水鴨喺我身邊推過。原來佢有一啲外賣嘅滷水精選，每一份係30，同埋佢哋仲有喺午市時段開始做一啲外賣飯盒，而且仲會加上啲盒子包飲品。買飯盒會選擇2餸飯、3餸飯或者淨係買餸。喺初步咁隔住塊玻璃望入去，覺得啲餸菜好似都幾好。而家啲酒樓生意睇嚟真係唔係咁容易做，可能真係需要多元化先係能夠維持到增長，或者遲啲會做埋一餐蛋麵、腿蛋治烘底，好似茶餐廳嗰種做法。跟住睇佢哋呢張午市優惠點心單，供應時間係平日嘅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朝頭早11點至到晏晝2點。有一款點心嘅梅菜扣肉大包，價錢係13個8，跟住仲有13款嘅點心，每一款係16個8。喺最下低嗰度有4款嘅選擇，每一款係23個8。呢一度仲有一張有2款唔同價錢嘅午市推介。佢哋嘅午市時段至到下午茶有呢張五味豐粥，有3款價錢係68，最平嗰款價錢係58，仲可以用48蚊加配沙薑雞半隻。我問佢哋知客攞咗呢張下午茶單嚟睇，呢張單供應時間係平日嘅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晏晝2點至到3點半。一份點心孖寶 A 價錢係18個8，喺14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28個8嘅就係點心孖寶 B， 喺12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最後睇埋點心孖寶 C， 價錢係36個8，喺8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最後睇埋佢哋呢份菜單，佢哋係有6款嘅鎮館招牌菜。喺單上邊有8款嘅開胃，價錢分別係有38、48同58。跟住睇下低有4款嘅潤喉，再睇下低有6款嘅火熱煲仔菜。另轉菜單睇埋呢一邊，喺單嘅上邊有2款嘅燒味，喺下低有9款嘅鑊氣。跟住喺隔離嘅鮮味，一共有7種嘅選擇。喺下低有10種選擇嘅就係翠綠。佢哋嘅飽肚一共有8種嘅選擇。跟住有6種唔同味道嘅口甜。最後睇埋有幾種唔同價錢嘅解渴。最後係講講交通，我係坐地鐵嚟到呢個荃灣站，跟住係由呢個 C 嘅出口直行過去綠楊坊商場嗰邊。入到商場裏邊之後，跟住挨住左手邊嘅通道向前直行。
行前都冇幾耐，喺左手邊呢邊有條樓梯，跟住由呢度行2層嘅樓梯，係會去到 L1嗰一層。上到嚟1樓，行前多少少就會到達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。呢一間就係客館，地址係喺荃灣荃惠路22至66號綠楊坊1樓 P9至9A 號鋪。各位，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我，仲未訂閱嘅請撳埋訂閱掣啊！下一條影片見。